TT 10萬個點解 YouTube.com/TTTime。 大家想我下期解釋啲咩嘢？歡迎留言，鍾意嘅就讚好分享，唔鍾意嘅就留言俾意見。聚光燈如同無數隻貪婪的眼睛，緊緊追隨着舞台中央那抹纖細的身影。14歲的A君憑藉一支清新的洗髮精廣告，如同劃破夜空的流星般，瞬間照亮了香港的娛樂圈。他的笑容如同初綻的蓓蕾，純潔而充滿希望。然而，光鮮的表面之下，往往暗藏着不為人知的陰影。在一次喧囂的卡拉 OK 聚會上，命運以一種粗暴的方式介入了 A 君的生活。18歲的 B 君認識了他，那並非一場浪漫的邂逅，而是一段充滿着強迫與恐懼的開端。儘管那段經歷在 A 君的心底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傷痕，但令人費解的是，他最終還是選擇與 B 君同行，如同飛蛾撲火般投入了這段扭曲的關係。時間如同指間的沙，悄然流逝。A 君懷孕了，一個新生命的到來，並未給這段關係帶來期盼中的轉機。女兒 C 君的降生，反而加劇了 B 君的陰晴不定。他的虐待如同無形的枷鎖，日漸收緊，讓 A 君喘不過氣。在無盡的壓抑與痛苦中， A 君如同溺水之人，抓住了一根看似救命的稻草，一段秘密的婚外情。夜幕如同濃稠的墨汁般潑灑而下，吞噬了城市的喧囂與光亮。在一間佈置簡陋的公寓裏，空氣中彌漫着一股令人窒息的壓抑感。B 君的臉龐扭曲着，如同暴風雨前翻滾的烏雲，他的目光如同睡了毒的利刃。你告訴我，那是誰？他的聲音低沉而沙啞，每一個字都像是從喉嚨深處擠出來的，帶着一股令人不寒而栗的怒意。A 君的臉色蒼白如紙，嘴唇微微顫抖，卻沒有發出任何聲音。他知道，無論他如何辯解，都無法平息 B 君心中的怒火。那段秘密的戀情，如同一個無法掩蓋的污點，暴露在了 B 君的眼前。爭吵如同失控的野獸，在狹小的空間裏肆意咆哮。B 君的指責如同暴雨般傾瀉而下，字字句句都像尖銳的玻璃碎片，狠狠地刺入 A 君的心臟。他竭力想要解釋，想要辯駁，但他的聲音卻被 B 君的怒吼所淹沒。在長時間的爭執之後， A 君的眼中閃過一絲絕望的光芒。長期的壓抑、恐懼和痛苦，如同火山爆發般，在他的內心深處徹底爆發。他抓起手邊的一個沉重的物件，朝着 B 君揮去。一聲沉悶的撞擊聲劃破了寂靜的夜空。B 君的身體晃了晃，然後如同斷線的木偶般倒下。恐懼如同冰冷的潮水，瞬間淹沒了 A 君的理智。他呆呆地望着倒在血泊中的 B 君，大腦一片空白。他無法相信剛才發生的一切竟然是真的。他殺了他，那個曾經與他糾纏不清的男人。接下來的記憶對於 A 君來說，如同一個模糊而扭曲的噩夢。他只記得自己如同一個沒有靈魂的傀儡，機械地處理着 B 君的屍體。他用顫抖的雙手將他的身體肢解，鮮血染紅了他的雙手。為了掩蓋他的罪行，為了讓 B 君的屍體永遠消失在這個世界上， A 君想到了鹽。他聽說過鹽具有防腐的作用。他瘋狂地尋找着家裏所有的鹽，將大量的鹽灑在 B 君的屍塊上，試圖阻止腐敗的發生。最後，他找到了一個廢棄的金屬箱子。箱子很大，足以容納被肢解的屍體。他費盡力氣將 B 君的屍塊塞進了冰冷的金屬箱子裏，仿佛將一個潘多拉的魔盒徹底封閉。沉重的金屬箱子承載着一個破碎的生命和一個扭曲的秘密，被君藏匿在了公寓的一個陰暗的角落裏，如同一個隨時可能引爆的炸彈，靜靜地等待着被發現的那一天。時間如同無情的車輪，碾壓着歲月的痕跡。B 君的失蹤並沒有引起太多的關注。在那個喧囂而充滿變數的娛樂圈裏，一個人的消失，如同海面上的一滴水，很快就會被洶湧的波濤所吞噬。然而，命運的齒輪
總會在不經意間悄然轉動。數年之後，B君的一位多年未見的朋友，代號 D 君，偶然間來到了這間曾經屬於 B 君和 A 君的公寓。公寓早已空置，布滿了灰塵和歲月的痕跡。D 君在公寓裏四處走動，試圖尋找一些關於 B 君的線索。當他的目光落在角落裏那個布滿灰塵的金屬箱子上時，一股莫名的不安感湧上心頭。箱子看起來很沉重，而且散發着一股難以形容的氣味。出於好奇，D 君費力地打開了箱子。箱子裏的情景如同一個來自地獄的恐怖畫面，瞬間擊潰了他的所有理智。他看到了殘缺不全的屍塊，以及布滿屍塊上的白色晶體，大量的鹽。D 君發出了一聲撕心裂肺的尖叫，跌跌撞撞地跑出了公寓，如同一個從噩夢中驚醒的人，渾身顫抖，冷汗涔涔。他立刻報了警，將他所看到的一切告訴了警方。警方迅速展開了調查。在那個布滿灰塵的金屬箱子裏，他們發現了被肢解的 B 君的屍體，以及大量的鹽。現場的痕跡清晰地指向了一場殘忍的謀殺。根據 D 君提供的線索，警方很快就鎖定了嫌疑人，失蹤多年的 A 君。經過一番追查，警方在一處偏遠的住所找到了他。此時的 A 君已經不再是當年那個光芒四射的少女。歲月和內心的煎熬在他臉上刻下了深深的痕跡，他的眼神空洞而疲憊，仿佛一具行屍走肉。在警方的審訊下，A 君緩緩地講述了當年那個夜晚所發生的一切。他的聲音低沉而沙啞，如同一個在黑暗中獨自哭泣的靈魂。他承認了自己殺害 B 君的事實，也承認了肢解和藏匿屍體的罪行。法庭最終宣判A 君因誤殺和非法處理屍體罪，被判處10年有期徒刑。法律的制裁，如同遲來的審判，終於落在了這個曾經被命運捉弄的女人身上。A 君的入獄，給他的女兒C君帶來了無法彌補的傷害。年幼的C君，在失去了雙親的陰影下成長，他的童年充滿了孤獨和不安。外界的指指點點，如同無數根冰冷的針，狠狠地刺痛着他幼小的心靈。為了逃避痛苦的現實，C君漸漸沉迷於虛幻的世界。他開始接觸毒品，試圖用麻醉自己的方式來忘記那段不堪回首的過去。然而，毒品如同潘多拉的魔盒，一旦打開，便會釋放出無盡的黑暗與毀滅。最終，C君也走上了犯罪的道路，因毒品犯罪而入獄，重蹈了他母親的覆轍。命運如同一個輪迴，悲劇在母女兩代人之間，以一種令人唏噓的方式延續着。曾經在舞台上閃耀奪目的 A 君，最終隕落在了人生的黑暗角落。他用自己的雙手埋葬了自己的愛情，也埋葬了自己的人生。而他的女兒C君，則在破碎的家庭陰影下，掙扎着走向毀滅。這段充滿着強迫、虐待、謀殺和毒品的悲劇，如同一個永遠無法愈合的傷口，深深地烙印在了這個喧囂世界的陰暗角落裏，警示着世人，光鮮的表面之下，往往隱藏着最令人心碎的真相。